咚咚，麥咚咚，麥咚咚，麥咚咚，豎起耳仔窿。每2個禮拜一次，聽古仔，認識世界奇趣事。IQ 題，大家好，我係墨爾本嘅丁丁妹。你知唔知鯊魚食咗紅豆會變咗咩？原來鯊魚中意食紅豆，食完仲會變身添㗎。咁究竟佢會變咩呢？諗一諗，我哋節目完結之前就會嚟開估㗎啦。咦，菲菲，你做乜望住個糖果袋皺晒眉頭嘅？係咪萬聖節嘅時候聞唔到人哋拎糖，所以唔開心啊？我有拎到啲嘢返嚟，但係都係買糖，好奇怪啊！萬聖節唔係派糖咁得意？咁你去咗邊度，同埋拎咗啲咩返嚟啊？第一間屋，我去咗角落頭嗰個姐姐屋企。Trick or treat！ 終於有小朋友嚟啦！我準備咗成日噶啦。等陣，我攞俾你啊！咦，我擺咗喺邊呢？啊，搵到啦！就係呢樽龍眼蜜啊！你聞下，係咪好香啊？係喎，好香啊！不過姐姐，係啊，好香噶！我啲蜜蜂飛咗幾千次先採到咁多花蜜噶。咦，咪住先，妹妹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8歲咯。係喎，如果係 BB 應該唔識行噶，又冇咁高大添。咁呢樽蜜糖就送俾你啦，萬聖節快樂！哦，原來你去咗甜蜜蜜嘅屋企，佢係養蜜蜂噶嘛，所以佢俾樽蜜糖你都算係一種糖啊。咁點解佢要問我幾多歲啊？我估可能係因為 BB 呢係唔食得蜜糖噶，因為1歲以下嘅 BB 佢哋嘅肚仔都未發育得好好，未夠強壯。如果佢哋食咗未經消毒嘅蜂蜜或者蜜糖，可能會唔舒服噶。哦，咁我以後會記得唔好請 BB 食蜜糖啊。咁呢一束禾稈草呢，你又係喺邊度拎返嚟噶？咪就係喺成日請我哋食龍鬚糖嗰個姨姨屋企咯。Trick or treat！ 萬聖節快樂！唔好意思啊，菲菲，咁啱我派晒啲龍鬚糖，新一批又仲整緊，聽日先整好啊。不過又冇理由叫你兩手空空走㗎。不如你拎住呢啲先，聽日你再嚟交換返啊。吓？一束鞋霎霎嘅草？姨姨唔會呃你嘅，記得聽日拎嚟搵我喎。係甜到流阿姨。咁我知啦，呢一束呢唔係禾稈草，係小麥啊。小麥？係啊，龍鬚糖用嘅麥芽糖就係用小麥嘅種子整出嚟嘅。好耐之前，啲農夫見到小麥擺到發晒芽，又唔捨得掉，於是呢就加水煮嚟食。點知煮完試下，竟然變成又香又甜，就係咁發現咗麥芽糖啦。原來龍鬚糖係咁整出嚟㗎。咁呢一支黑色嘅竹呢，係咪真係會變到甜甜嘅魔法㗎？Trick or treat！ 哇，妹妹，你件女巫衫好靚喎，不過呢，就差緊支魔杖。係，不如呢個萬聖節就特別啲，送呢支黑色嘅魔杖
俾你啦。哇！呢支魔杖有啲重喎，佢會變到咩出嚟㗎？係啊，可以變啲甜甜嘅魔法嘅。諗返起我後生嗰陣，成日喺戲院門口買返支，一路睇戲，一路變啲甜出嚟㗎。不過都要識得變先得。哎呀，白夜公啊，你快啲過嚟幫下我手啦！嚟緊啦，妹妹，我依家唔得閒，你攞返去研究下先。聽日過嚟，我再教你啦。萬聖節快樂！睇下先，黑色嘅竹啊，唔係啊，呢一支係甘蔗嚟噶，甘蔗同埋睇戲呀。我估你應該係去咗甜爺爺屋企啦。喺30幾年前呢，嗰陣未有咁多糖果可以買噶，大家呢就會直接買一條甘蔗當糖食。只要呢，我哋批咗甘蔗外面黑色嘅厚皮，咬裏面嘅心就會啜到好甜嘅甘蔗汁。不過呢，食剩嗰啲甘蔗渣呢，要吐返出嚟噶，唔吞得噶。咁咪好似香口膠咁？差唔多啦。後嚟因為拎住條蔗咬唔係咁方便，所以而家都好少見咯。至於平時有機會仲見到榨好嘅蔗汁呢，就係由青色皮嘅竹蔗度榨出嚟嘅，佢同甘蔗唔同噶。原來除咗平時喺超級市場買到嘅糖，大自然都有咁多糖噶，咁好天然喎，咁咪唔怕食多啲咯？咁又唔係喎，雖然呢啲糖分都係嚟自天然嘅方法，但係就算甜嘅生果食得多都係會蛀牙噶。啊，係喎，菲菲，你知唔知點解我哋人類咁鍾意食糖嘅？我知，因為好味咯。除咗好味，糖分呢仲好似我哋身體嘅快速充電器，幫我哋喺短時間之內可以補充能量。不過呢，喺好耐之前，古代人好難先揾到甜嘅嘢食，可能1個月都食唔到一次噶。所以我哋嘅身體一見到糖呢，就會話：哇，快啲食多啲啦，都唔知幾時再有得食噶。就算到現代，周圍都有糖賣，但係我哋嘅身體都仲以為糖係好難揾嘅，見到就想食晒佢，一個唔覺意就可能食多咗，唔止會蛀牙，仲可能會引起其他毛病噶。哦，咁我拎咗咁多糖返嚟，都係唔好食晒啦，等我分俾其他朋友先。咁唔知菲菲你可唔可以分條甘蔗俾我呢？等我都變下甜甜嘅魔法呢。世界隨意門，頭髮新任務。大家好，我係特約報道員 Sadie。大家好，我係故事燕子。故事燕子，你知唔知道我哋平時剪出嚟嘅頭髮會去咗邊呢？我諗多數都係掃晒落垃圾桶咯。澳洲呢度呢，我哋可以抌入去廚餘桶噶。淨係澳洲每年就會抌大約40萬公斤嘅頭髮。哇！咁咪要成幾千萬個垃圾膠袋先可以裝得晒？都唔一定㗎，頭髮仲可以成為泥土補品。其實頭髮入面充滿植物好需要嘅天然營養。澳洲有位髮型師就成立咗間公司，同研究泥土嘅科學家合作，收集髮型屋嘅頭髮，加落堆肥度，調教成泥土補品。咁等我即刻執返啲頭髮先。喂，你唔係諗住將自己剪落嚟嘅頭髮放入盆栽度啩？係啊，咁我屋企嗰幾棵辣椒仔就可以生得好啲啦。唔得㗎，研究泥土嘅專家話，其實頭髮仲硬過玻璃，如果就咁放入泥土，要成幾千年至可以分解到變成營養。
科學家要用特別機器磨碎頭髮同埋加工，先可以釋放營養。所以大家唔好立亂將自己啲頭髮放入盆栽啊！哦，咁好啦。除咗放入泥土，頭髮仲可以放入大海，變身吸油海綿添。喺2020年，有艘船喺珊瑚礁附近觸礁，漏咗成4000噸燃油入海，搞到好多珊瑚、魚同埋海洋生物都面臨大災難。4000噸，咁即係幾多啊？差唔多200幾架雙層巴士咁重㗎。哇！呢啲油全部流晒入海，就會造成海洋生物大災難。好彩呢個時候有間髮型屋就出手相助啦。髮型屋唔通要幫啲鯊魚飛髮，或者水母想染髮轉顏色？呢間喺澳洲悉尼嘅髮型屋，平時已經同環保組織合作，儲埋成10幾噸頭髮。當聽到有漏油意外，就即刻行動，將一早清潔同整理好嘅頭髮塞入長長嘅絲襪度，整成頭髮吸油海綿，吸走海面漏出嚟嘅燃油。哇！原來頭髮可以吸油㗎。悉尼科技大學嘅科學家解釋，頭髮外面有一層角質，好似硬嘅衫咁，上面有好多幼細嘅毛毛，可以捉住油，又唔會捉住啲水，仲可以重複使用，唔會製造好多垃圾，係好好嘅吸油物料嚟㗎。咁我下次呢去剪頭髮嗰陣，都要問下我嘅髮型師，佢哋有冇參加呢啲環保計劃先。係喎，咁我哋剪頭髮都可以幫到地球啦。寫信給樹和樹做朋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梓彤啊，今年8歲，我住喺香港。歡迎你啊，梓彤。我想問下你呢，你有冇諗過 send email 俾屋企附近啲樹㗎？寫信俾棵樹，樹又唔識睇信，又唔識回信㗎喎。咁又未必㗎，我哋真係可以 send email 俾墨爾本嗰7萬棵樹㗎。喺2013年，墨爾本市政府想保護城市裏面嘅樹，就為每一棵樹設立一個身份編號，仲有屬於樹嘅電郵地址。本來係想鼓勵市民，如果發現樹木有問題，好似樹枝斷咗啦，或者啲樹病咗，就可以 send email 話俾政府知。點知計劃推出咗之後呢，發生咗大家都估唔到嘅事喎。係咪好多樹都病咗啊？樹信箱收到嘅唔係關於樹嘅健康報告，而係情信啊！市民開始向樹木表白，有時仲會分享佢哋嘅生活小故事添。咁啲信寫咩㗎？等我揀啲讀出嚟先。不如就呢2封先啦。樹你好，請問對於整天被樹熊擁抱的樹木，你有什麼感想呢？會覺得癢嗎？還是覺得溫暖呢？不是樹熊的人想。我鍾意呢一封啊！呢一封呢，好似寫到首詩咁㗎。親愛的澳洲大葉榕，你好，你真的太美麗了。每當我坐在你的樹蔭下，或在你身旁散步時，心情總會變得愉快。陽光透過你的樹葉灑下閃亮的金光，你那低垂而寬闊的枝條，仿佛正張開雙臂想擁抱我。能和你如此接近，我感到十分幸福。你挺立而堅強，提醒我也要像你一樣，既堅定又美麗。你真誠的朋友敬上。咁啲樹收到咁多信，咪好開心咯。我諗就係啦，收到咁多人寫信俾啲樹，證明大家都好愛惜佢哋嘅樹木啊。我都想同香港啲樹做朋友啊。咁就啱啦。喺香港有人設計咗一個遊戲，等我哋可以同樹木做朋友噶。玩遊戲係啲咩遊戲嚟噶？呢個遊戲叫做我的小樹齡，係一位獨立遊戲開發者 Oscar Yu 設計出嚟噶。點樣玩噶？
你有冇留意到香港嘅樹都會掛住一個 QR code 嘅呢？當你喺街度見到想認識嘅樹木，可以掃描佢哋嘅 QR code，然後答啱關於呢棵樹嘅問題，就可以捉到佢嘅樹精靈噶啦。好似捉 Pokemon 咁啊！有少少似啊，但係今次嘅樹精靈呢，係代表住真實存在喺你眼前嘅嗰棵樹噶。咁我可以捉到啲咩樹精靈噶？香港有好多唔同種類嘅樹木，好似常見嘅木棉樹、榕樹、鳳凰木等等。咁透過呢個遊戲，大家就可以認識多啲香港嘅樹木品種啦。好好玩啊！點解會有人諗到整呢個遊戲嘅呢？佢話呢，因為發現大家經過啲樹木嗰陣，都冇乜時間停低望一望，認識下呢啲樹，所以佢希望整個遊戲出嚟，令到大家喺繁忙嘅生活度都可以留意身邊嘅樹木。咁當你收集到唔同嘅樹精靈，就會發現原來香港有好多你未認識、未見過嘅樹木品種喺城市入面安靜咁樣陪住我哋噶。等我去捉樹精靈同埋寫信俾樹先。各位聽緊嘅小朋友，如果你同梓彤一樣都認識到喺屋企附近嘅樹朋友嘅話，記得同我分享啦。IQ 題，大家好，你知唔知鯊魚食咗紅豆會變咗咩Hello 彩兒，你係咪知道呢個答案係咩啊？不如話我知啊。答案係紅豆沙。即刻聽下丁丁妹開估先。鯊魚食咗紅豆會變咗紅豆沙。聽講上一集大家嘅中秋節祝福都成功傳到去你掛住嘅人嗰度喎，咁就好啦。今集呢，我都收到個留言啊，係玲玲媽媽想同就嚟生日嘅玲玲講生日快樂，台長都祝玲玲生日快樂啊！其他聽緊嘅大小朋友，如果你都有祝福說話想同人講，歡迎去到資訊欄嘅錄音平台度留言，等我幫你喺節目度播出啦。記得錄完音之後呢，隔幾日檢查下個 email， 睇下我係咪真係收到喎。今集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集見。聲音團隊考考你，小朋友丁丁妹提供 IQ 題，小朋友彩兒幫手估答案。世界隨意門報道員孫子同 Shelby 小朋友 Sadie 同埋故事燕子。萬聖節糖果奇遇，故事燕子做返故事燕子，同埋扮演甜婆婆。黃宇飛 Effie 小朋友就係菲菲，米高扮演甜蜜蜜姐姐，Sadie 扮演甜到漏姨姨，PPPPP 扮演甜爺爺。特別鳴謝各位家長協助錄音。故事創作、節目資料搜集、文章編寫、剪接及製作，故事燕子。